如果你有睇過動畫電影《怪獸公司》，你會記得電影裏面描述嘅世界係咁嘅。怪獸世界能源嘅來源全係靠嚇啲細路仔。怪獸公司會打開隨意門去人類嘅世界，收集細路仔嘅恐懼，因為對佢哋嚟講，恐懼就等於能源。到後來啲怪獸先至發現，其實笑聲嘅力量比恐懼更加強。但電影前半段嘅故仔係完全建立喺恐懼可以被收割、被制度化、被合理化之上。而當你再翻去睇而家發生緊嘅美國人媒愛潑斯坦 Jeffrey Epstein 檔案，就會發現其實都可以好似套電影咁去理解愛潑斯坦喺 Little St. James Island 上所發生嘅事。最近美國司法部公開咗大量同愛潑斯坦有關嘅文件，足足有幾百萬頁咁多，包括調查記錄、電郵、影像同影片，仲有大量關於愛潑斯坦同受害人案件相關嘅法律文件同往來資料。呢啲文件包括過去已知嘅性犯罪調查、私人飛機同人物聯絡記錄，亦包括佢與唔少富豪、名人、政治人物嘅通訊同來往記錄，好似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微軟總裁 Bill Gates、演員 Leonardo DiCaprio、藝人 Michael Jackson 等。出現喺檔案入面嘅人物，係因為佢哋嘅名字確實曾經喺某啲公開嘅電郵記錄或者其他文件中被提及。而同一時間，網絡上亦流傳緊一啲講法，內容涉及極端行為、拐帶同埋販賣兒童血祭祀儀式、戀童癖網絡、人口販賣、黑市人體器官販賣同製造金融體系崩盤假象嘅指控。更有報道提到腎上腺素紅買賣等等。跟住要提醒下大家先，以下嘅描述都幾恐怖下㗎，大家要有心理準備至好聽落去啊！嗰啲富豪、名人、政治人物就係幕後嘅參與者，透過毆打令到啲細路仔恐懼、害怕至極點，之後啲細路仔身上就會產生一種腎上腺素。當腎上腺素集中喺佢哋嘅眼袋部位，利用針筒就可以抽取腎上腺素。喺抽取腎上腺素嘅過程當中，啲細路仔會受到極大嘅痛苦，佢哋不斷掙扎，但係又無力反抗，整個過程聽落完整又邪惡，而且仲好有戲劇張力添。咁係咪同怪獸公司裏面嘅情節有啲相似呢？無論呢啲網上嘅傳聞係真係假，其實究竟注射腎上腺素紅可唔可以真係令人長生不老、返老還童呢？首先講下腎上腺素紅係乜嘢嚟。所謂腎上腺素紅 Adrenochrome， 佢其實唔係一種乜嘢嘅神秘物質，而係腎上腺素 Adrenaline 被氧化之後嘅化合物。腎上腺素係人體正常會分泌嘅荷爾蒙，負責 fight or flight 反應。fight or flight 係心理學同生理學嘅一個概念，用嚟形容人或者動物面對威脅嘅時候，身體同腦部會自然做出兩種反應。呢個係人體嘅本能反應，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人會喺壓力大、恐懼或者危險嘅情況下，自然釋放呢種荷爾蒙。簡單咁講，當腎上腺素喺空氣或者特定化學條件下氧化，就會變成腎上腺素紅，顏色係偏紅啡色，所以有人就加個紅字俾佢。但係呢個過程唔會產生任何已知回春嘅效果，反而係化學結構改變咗。喺醫學研究歷史裏面，腎上腺素紅確實曾經被研究過，特別係喺上世紀中期，有研究嘗試探討佢同精神狀態嘅關係，但結果唔一致，而且後來冇任何大型重複驗證嘅研究證明佢有延壽或者抗衰老嘅效果，所以佢從來冇被納入抗老醫學、再生醫學或者長壽治療體系。又咁樣講，如果一樣物質真係可以令人返老還童，或者大幅延長壽命，一定會經過幾項嘅程序，包括大型臨床試驗、學術期刊發表、醫療系統正式使用、清楚嘅劑量同埋安全同副作用嘅資料。但呢啲喺腎上腺素紅身上一樣都冇出現過。
再講注射呢個概念，腎上腺素紅並唔係一種被批准嘅抗老藥物，冇標準注射方式，冇醫學指引，冇合法抗衰老療程會用佢。任何聲稱打一針就可以回春嘅講法，喺現行醫學體系入面都揾唔到對應嘅資料。根據網上描述，愛潑斯坦會將呢啲被抽取嘅激素荷爾蒙，通過黑市醫生安排，注射喺有關富豪、名人、政治人物嘅眼睛附近，提供俾佢哋刺激同埋快感，可以維持抗老化。呢個都引證到點解好多名人嘅眼會喺一段時間裏面出現短暫嘅黑眼圈。雖然呢單料只係網上嘅傳聞，但係實際上你又真係可以喺網絡上揾到好多名人黑眼圈嘅相係。唔通個個都係無端端俾人打黑隻眼嘅？真係拗晒頭喎！如果網上嘅流傳真係事實嘅話，呢啲人喺背後做埋晒呢啲反人類嘅勾當、違背人道、喪盡良知嘅罪行，你會唔會驚訝？原來人類嘅道德價值已經淪落到咁嘅地步呢？各位聽緊嘅係亂粒秘笈，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下次再同你亂粒過，拜拜。